为了要让学生囡仔透过体验文化的过程，培养观察也个感受的才调，家己关争取到文化部计划推出艺文专车的活动，带囡仔透过这文化活动接触在地。而是即天呢，百外的布袋加特技囡仔就来体验安怎搬布袋戏。布袋戏的师傅教学生囡仔安怎用红仔来拍恁老到换衫，虽然功夫无简单，不过囡仔拢感觉真心实。家己关德家乡的艺人国小甲布袋新闻国小的囡仔，透过文化部的补助计划，来到家己关表演艺术中心体验布袋戏文化。穿迄衫感觉做欢喜，毋过嘛做困难的，感觉做奥妙的。阮是海边仔学校，所以平常时可以较少接触到像这布袋戏，透过即个囡仔即个活动，囡仔会当去体验这布袋戏的。比如讲要安怎舞啊，一寡布袋戏的传统。为江中戏、金光布袋戏到即卖电视布袋戏，3卖都唔拿播互囡仔看，搁互因动红仔来体验。家己县的艺文专车为5月开始，要互县内5000名国小学生，拢会当透过这个计划去到艺文场馆体验艺术文化。体验这个布袋戏后台要安怎去演出这个道具。为台湾的掌中戏到电视布袋戏3个历史过程一概全部体验。因为偏乡的囡仔，因的资源较少，像这种活动，因就会接受较侪艺文表演，甲开开因的眼界安尼。家己县文管局向文化部争取700万的经费补助，推出10条艺文场馆的体验路线。家己县政府指出，除了要互囡仔培养对艺术文化的观察感受以外，嘛希望会当透过这个计划，照顾偏乡的学校，落实文化平权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